夜色已深，萬籟俱寂。呢個時候嘅你，係啱啱收工，拖住疲累嘅身軀返到屋企，定係輾轉反側，瞓唔住，腦海入面不斷重播住日頭發生嘅種種。無論你身處邊度，做緊乜嘢，都請你暫時放低手頭上嘅嘢，深呼吸一下，將你嘅心交俾我。我係你嘅老朋友，雲兒。歡迎收聽今晚嘅輕撫你的心。每一晚，雲兒都會喺呢個時刻，透過大氣電波，同你分享下人生嘅起起落落，探討下情感嘅來來回回，再從心理學嘅角度，拆解下生活入面嘅甜酸苦辣。今晚，我想同大家傾嘅，唔係一個新故事，而係一個跨越時空，但係永遠都講唔完嘅主題。就係情呢個字，或者講得更確切啲，係一份有時令我哋好溫暖，但有時又會令我哋覺得好沉重嘅情債。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入面，或多或少都背負住一啲債。呢啲債唔係講緊錢，而係一份感情上嘅虧欠，一份責任上嘅承擔，或者係一種命運上嘅牽引。今晚，我想借住一首影響咗好幾個時代嘅經典廣東歌，去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呢份心債嘅本質。呢首歌就係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小姐嘅出道作品。雖然我哋今晚唔會唱出歌詞，但係歌詞入面每一句嘅意思，都係我哋今晚傾偈嘅核心。好啦，各位朋友，我哋首先要問嘅問題係，究竟乜嘢係心債？點解一個人會覺得自己欠咗另一個人呢？你哋有冇試過一種感覺，就係當你好愛一個嘅時候，你會突然覺得，無論你做啲乜，都好似唔夠咁。你已經將你最好嘅嘢俾晒佢，你已經用盡你嘅時間同心機去對佢好，但係你心裏面始終都係覺得，我仲可以做好啲，我好似仲係爭佢啲嘢。呢種感覺就係心債嘅雛形。從人生哲理嘅角度去睇，呢種虧欠感正正係反映出人類情感嘅深度。我哋唔係一部計數機，愛情、親情、友情呢啲嘢從來都唔係1+1等於2咁簡單。當你真心投入一段關係，你就會好自然咁將對方嘅幸福放喺一個好高嘅位置。對方嘅快樂會變成你嘅快樂，對方嘅痛苦亦會變成你嘅痛苦。當你見到對方為你付出，或者對方因為你而承受咗一啲委屈，你心裏面就會萌生出一種我要補償佢嘅念頭。呢種債嘅觀念，其實係東方文化入面一個好獨特嘅情感印記。西方嘅情歌，好多時候都係講我愛你，所以我要擁有你，但係東方嘅情歌就好多時係講我愛你，所以我覺得我欠咗你。呢種心態源自於我哋傳統文化中嘅因果同報恩思想。我哋從小就俾人教導要孝順父母，因為父母養大我哋，呢份恩情大過天。我哋亦都被教導朋友之間要講義氣，人哋對你好，你要銘記於心，他日要報答。呢種價值觀令我哋喺面對深厚嘅感情時，好自然就會將自己放喺一個受惠者嘅位置，從而產生一種償還嘅使命感。講到呢度，雲兒就諗起一個成日嚟同我傾偈嘅聽眾朋友，佢叫阿玲。阿玲係一個好孝順嘅女仔，屋企環境唔係咁好，父母捱大佢同細佬。阿玲由細到大都好生性，讀書唔使父母擔心，出嚟做嘢之後，每個月出糧，第一時間就係將大半份人工交俾阿嫲。佢自己慳得就慳，好少買衫，好少去玩。佢同我講，佢覺得自己無論做幾多，都報答唔到父母嘅養育之恩。每次見到阿爸阿嫲仲要捱世界，佢心裏面就覺得好唔舒服，好似係自己連累咗佢哋咁。阿玲呢種心態就係一份典型嘅心債。
呢份債唔係邊個逼佢咩，而係源於佢對父母嗰份深厚嘅愛同心入面嘅責任感。從心理學嚟講，呢種虧欠感同我哋嘅同理心有好大嘅關係。正因為我哋能夠感受到對方嘅辛苦，所以我哋先會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減輕對方嘅負擔。呢種感覺本身並冇錯，甚至係維繫人類社會情感連結嘅重要基石。但係，當呢種虧欠感過度膨脹嘅時候，佢就會由一份愛變成一種債。呢個轉變嘅關鍵位喺邊度呢？就在於你有冇將對方嘅幸福完全變成為自己嘅責任。當你覺得如果佢唔開心，就一定係我做得唔夠好。當你覺得佢嘅所有問題都應該由我去解決，咁呢份愛就會開始變質，變成一個沉重嘅枷鎖。就好似阿玲咁，佢將家庭嘅經濟壓力完全孭上自己膊頭，覺得自己有責任令父母脫離貧困。呢種心態令佢承受咗好大嘅壓力，甚至影響咗佢自己嘅人生規劃。佢唔敢拍拖，因為怕要使多啲錢。佢唔敢去進修，因為怕少咗時間揾錢。佢將自己嘅人生完全奉獻咗俾呢份債。呢個就係我哋今晚要探討嘅第一個矛盾點。一份深厚嘅愛會令我哋產生償還嘅念頭，呢個係人性美好嘅一面。但係如果呢個念頭強烈到遮蔽咗自己嘅需要，甚至扭曲咗自己嘅人生，咁我哋就需要去正視佢，去面對佢。好啦，講完心債嘅來源，我哋再嚟深入少少，探討一下呢份債入面一個最令人糾結嘅地方，就係嗰種明明用盡了努力，點解都好似枉費嘅感覺。你有冇試過呢種情景？你對一個人好好，好到身邊嘅朋友都話你乜你咁傻，對佢咁好做乜？你為佢改變自己嘅習慣，為佢放棄一啲重要嘅機會，為佢承受好多你本來唔使承受嘅委屈。你心裏面其實有個信念，就係只要我夠好，只要我夠努力，佢一定會感動，一定會用同樣嘅方式對我。但係現實好多時候都唔係咁樣運作。你等啊等，等到嘅可能唔係對方嘅感激，而係對方嘅習以為常。你等到嘅可能唔係關係嘅升華，而係對方嘅離開。喺嗰一刻，你心裏面會衝現出一股巨大嘅不甘心。你會問天問地問自己，點解會咁？點解我付出咗咁多，結果會係咁？呢種明明點解嘅思維模式，就係心理學上所講嘅認知失調嘅典型表現。我哋嘅大腦天生就追求一致性，我哋相信努力會有回報，呢個信念喺學業、喺事業上，好多時候都係成立嘅。但係，當我哋將呢個信念直接搬去感情世界嘅時候，就會出現嚴重嘅水土不服。因為感情從來都唔係一個講求公平交易嘅地方。從人生哲理嘅深度去睇，呢個就係我哋要學習嘅重要一課。呢個世界有啲嘢係因果，但都有啲嘢係無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呢個道理適用於農田，但未必完全適用於人心。感情嘅流向受到太多因素影響，對方嘅經歷，對方嘅性格，對方當時嘅心理狀態，甚至係兩個人相遇嘅時機，你付出嘅努力同對方感受到嘅愛，中間有好多變數，並唔係一個線性嘅關係。再講得深入啲，當我哋不斷強調自己用盡了努力同事事都不計嘅時候，其實可能隱藏咗一個好危險嘅心理機制，叫做過度補償。呢個詞語聽落有啲學術，但其實解釋起上嚟好簡單，就係當我哋內心缺乏安全感，或者覺得自己喺某啲方面唔夠好嘅時候，
我哋會用一種超額付出嘅方式，去企圖填補呢個空洞，或者去換取對方嘅認同。舉個例，一個覺得自己學歷唔夠高嘅人，可能會用加倍嘅體貼同關懷，去留住一個學歷高嘅伴侶。一個覺得自己家境唔好嘅人，可能會用不斷送禮物、不斷遷就嘅方式，去討好伴侶。呢種事事不計嘅付出，表面睇嚟好偉大，但其實背後可能係一種對自我價值嘅不確定。你將自己嘅價值完全建築喺對方點樣評價你同對方有冇接受你嘅付出之上。當對方離開，或者當對方對你嘅付出冇乜反應嘅時候，你嘅自我價值就會瞬間崩塌。於是你就會將呢種失落感歸咎於自己唔夠努力，或者歸咎於命運嘅不公平。但其實問題嘅根源，可能係你由一開始就用錯咗衡量關係嘅標準。呢度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生活智慧，我哋要分清付出同犧牲嘅分別。真正健康嘅付出，係喺唔傷害自己、唔委屈自己嘅前提之下，將自己多餘嘅能量分享俾對方。而犧牲，就係為咗對方而割讓自己嘅核心利益、核心價值。短暫嘅犧牲可能係浪漫，但長期嘅犧牲就係一種慢性自殺，唔單止會殺死你自己嘅快樂，仲會殺死一段關係嘅平衡。當你喺一段關係入面覺得自己犧牲咗好多，而對方又冇俾到相應嘅回報，怨恨就會產生。呢份怨恨會令你由一個付出者變成一個受害者，而受害者心態係親密關係嘅頭號殺手。好啦，當一個人經歷咗努力付出同換來失望之後，為咗令自己好過啲，好多人會選擇將呢段經歷放喺一個更加宏大嘅框架入面去理解。呢個就係我哋要講嘅第三部分，宿命同輪迴嘅觀念。呢種債嘅感覺，去到最盡嘅時候，佢會超越今生今世，去到一個千代千生難估計嘅境界。呢種講法聽落好浪漫，好淒美，亦都好能夠撫慰到一顆受傷嘅心。點解咁講呢？你諗下，如果你將今生嘅痛苦、遺憾同埋求而不得歸因於前世嘅因果，歸因於我哋之間注定要糾纏千代千生，咁你心裏面嗰種點解係我嘅委屈，會突然間得到一個解脫。你會覺得，哇，原來呢一切唔係我做得唔夠好，而係上天安排嘅一場修行。原來我咁痛苦，唔係因為我蠢或者我命苦，而係因為我哋嘅靈魂契約就係咁樣。呢份債要慢慢還，還完一世都唔夠，要仲好幾世。呢種諗法喺心理學上稱為意義建構。人係一種需要意義嘅動物，我哋可以承受好大嘅痛苦，只要呢個痛苦有一個理由。當一件事情揾唔到合理嘅解釋嗰陣，我哋嘅大腦會好不安，會不斷去揾，不斷去諗，直至我哋賦予佢一個意義為止。千代千生呢個概念就係一個好強大嘅意義框架，佢將一段今生今世無法圓滿嘅感情升華為一個跨越時空嘅故事。呢個故事令到嗰份痛苦變得冇咁膚淺，令到嗰份堅持變得冇咁愚蠢。你會覺得自己嘅心情係有價值嘅，因為佢係一份債，而債係一定要還嘅，所以呢份心情就會一直延續落去。從文學同藝術嘅角度，呢種宿命嘅悲劇感，往往係最打動人心嘅。我哋聽呢類歌，睇呢類電影，會被入面嗰種即使知道冇結果，仍然要義無反顧嘅心情所感動，就係因為佢觸碰到我哋心中對永恆嘅渴望。現實世界嘅愛情，好多時候會因為生活嘅磨蝕而褪色，但宿命論底下嘅愛情，
係唔會褪色嘅，佢喺想像入面會被保存得1000年、10000年。但係，親愛嘅朋友，雲兒喺度要同大家講一個殘酷嘅事實，宿命論係一把雙面刃，佢一方面可以撫慰你，另一方面亦都可以成為你逃避現實嘅藉口。如果你將一段不健康嘅關係，一個對你唔好嘅人，或者一個已經冇可能嘅感情，全部歸因於千代千生嘅債，咁你就有可能陷入一個自我實現嘅預言入面，因為你覺得自己注定要還呢份債，所以你會一次又一次咁容忍對方嘅傷害，因為你覺得呢段關係係命運安排嘅磨練，所以你會一次又一次咁放棄自己嘅底線。呢個時候，心債就唔再只係一份情感上嘅虧欠，而變成咗一個困住你嘅無形監獄。你唔係因為愛而留低，而係因為債而唔敢離開。呢種心態同心理學上講嘅習得性無助有好大嘅關聯。當一個人喺一段關係入面長期受到傷害，但又覺得自己無力改變，或者覺得呢啲痛苦係注定嘅時候，佢就會慢慢失去反抗同離開嘅勇氣。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哋成日喺新聞或者喺身邊嘅故事入面，聽到有啲女性被伴侶虐待，但係佢哋仍然選擇留低。當人哋問佢點解唔走，佢哋可能會講，可能我前世真係欠咗佢，今世要嚟還。呢句說話聽落好無奈，好令人心酸。但係呢個前世今生嘅解釋，其實可能係佢潛意識入面一個保護自己嘅機制。因為如果要承認我留低係因為我害怕孤獨，或者要承認我留低係因為我經濟上依賴佢，呢種現實嘅承認，比起我前世欠佢更加難堪，更加刺痛。所以，宿命呢個藉口，有時會令人逃避咗對自己嘅責任。面對一段消逝嘅感情，最困難嘅一步，唔係去原諒對方，而係去承認呢段感情已經完結咗，承認我嘅努力換唔返佢，承認我哋之間冇將來。呢啲承認，每一句都好殘忍，但係只有當你敢於面對呢啲殘忍嘅現實，你嘅靈魂先可以得到真正嘅釋放。講咗咁多需要面對嘅陰暗面，我哋都唔可以抹殺呢份心債入面好嘅一面。事實上，如果一個人從來都冇覺得自己欠過人，從來都冇為一段感情、為一個屋企、為一份理想而捱過，咁佢嘅人生可能係有啲空洞嘅。心債入面嗰份無限無盡嘅愛，同嗰種源源不絕嘅撫慰意願，其實就係人類情感最光輝嘅展現。佢證明咗我哋有能力去無條件咁愛一個人，證明咗我哋願意承擔責任。喺呢個充滿功利主義嘅社會，好多人都將利己奉為金科玉律，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計過度過，諗下有冇著數。喺呢種大環境之下，仲有人願意孭住一份心債，仲有人願意為咗一個人而用盡了努力，事事都不計。呢份情操其實係好珍貴嘅。從心理學角度，呢種利他嘅行為本身就係一種心靈嘅滋養。當你為你所愛嘅人付出，當你見到對方因為你嘅努力而展露笑容，你嘅大腦會分泌出一種叫做催產素嘅荷爾蒙。呢種荷爾蒙會令你感到快樂同滿足。呢種快樂比起你自己買到一件靚衫，食到一餐好嘢，係更加深刻、更加持久嘅。而且，一個人願意去承擔心債，意味住佢有一個強烈嘅責任感。呢種責任感係一個人性格成熟嘅重要標誌。一個有責任感嘅人，佢會對自己嘅選擇負責，會對自己嘅伴侶負責，會對自己嘅仔女負責。佢唔會輕易放棄一段關係，唔會喺遇到困難嘅時候掉頭走。呢種特質
正正係維繫長期親密關係嘅核心要素。我哋可以想象，一個完全冇心債概念嘅人會係點樣？佢可能好瀟灑，好識得及時行樂，佢每一段關係都來去自如，從來唔覺得自己虧欠任何人。表面上佢好快樂，好自由，但係夜深人靜嘅時候，佢會唔會覺得有啲空洞？佢嘅生命入面會唔會缺少咗一啲同其他人深刻連結嘅痕跡？所以雲兒成日都同聽眾朋友講，如果你心裏面有一份債，有一份對某人嘅牽掛同責任，請你唔好完全否定佢，唔好覺得呢啲淨係負擔。呢份感覺，正正係你嘅心仲柔軟，仲有溫度嘅證明。你願意為人着想，願意為人付出，呢個就係你人性入面最美好嘅部分。問題嘅關鍵唔在於應唔應該有心債，而在於你用一個點樣嘅心態去面對呢份債。如果你係帶住怨恨，帶住不甘，帶住我要你還俾我嘅心態，咁呢份債就係有毒嘅。但如果你係帶住感激，帶住珍惜，帶住我好開心可以為你做啲嘢嘅心態，咁呢份債就會轉化為一份祝福，一份維繫你同呢個世界連結嘅祝福。好啦，讚完好嘅一面，我哋都要認真咁去諗下，如果而家你心裏面嗰份債已經令你喘唔到氣，已經令你覺得自己好卑微，好疲倦，咁我哋可以點樣去面對佢？點樣去轉化佢呢？第一步，亦都係最困難嘅一步，就係要將你嘅目光由對方嘅身上移返去你自己身上。你之所以覺得自己欠咗人，好多時候係因為你將對方嘅需要放得比你自己嘅需要更加重要。你會覺得，如果佢唔開心，就係你嘅責任；如果佢遇到困難，就一定要你去救。但係呢種諗法，其實係對自己嘅一種不尊重。你需要學習嘅，就係建立健康嘅心理邊界。乜嘢係心理邊界？就係你要明白，你係你，佢係佢，你可以愛佢，支持佢，陪伴佢，但係你冇辦法，亦都冇需要為佢嘅所有情緒同所有問題負責。佢嘅人生最終要由佢自己負責，而你嘅人生最需要負責嘅人就係你自己。當你設立咗呢個邊界，你嘅付出就唔再係一種償還，而係一種選擇。你選擇對佢好，因為你愛佢；你選擇幫助佢，因為你重視呢段關係。你唔係因為欠佢而做，而係因為想做而做。呢個心態嘅轉變，係由受害者變成主導者嘅關鍵。第二步，就係要學習接受無能為力。呢個世界有好多嘢，唔係單靠努力就可以改變嘅，特別係人哋嘅心。你冇辦法用你嘅努力去逼一個人愛你，你冇辦法用你嘅犧牲去換取一個人永遠留喺你身邊。當你明白到呢一點，你心裏面嗰種明明用盡了努力，點解都係枉費嘅委屈，就會慢慢消散。因為你會明白，你枉費嘅，即係你對控制結果嘅執着，但係你嘅努力本身並冇枉費。你喺呢段關係入面學習到嘅嘢，你培養出嚟嘅同理心、耐性同心痛過後嘅成長，全部都會留喺你嘅生命入面，變成你嘅一部分。呢啲嘢係冇人可以攞走嘅。第三步，就係要將你嘅心債對象由對方轉為自己。你試下諗下，你用咗幾多時間同精力去對一個人好？你用咗幾多個夜晚去為一個人流淚？你用咗幾多青春去等待一個人？呢個你係咪都好需要被關心、被照顧、被肯定？與其將一生嘅精力都用嚟償還對別人嘅債，不如將部分嘅精力
用嚟償還對自己嘅債。你欠自己一個悠長假期，你欠自己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你欠自己一句你做咗啦，你已經好努力啦。當你能夠善待自己，當你嘅自我價值唔再需要靠被別人需要嚟證明，你喺任何關係入面都會變得更加鬆容，更加有底氣。你唔再需要透過犧牲去換取愛，因為你已經開始學習去愛自己。最後，等我哋再返去千代千生呢個宏大嘅命題。如果人生真係有輪迴，如果我哋同某啲人嘅糾纏真係要跨越幾生幾世，咁呢個債究竟要點樣先算係還清呢？雲兒嘅諗法係，呢個債可能從來都唔需要還清，佢嘅目的唔係要你永遠孭住佢，而係要你透過呢個債去學習一啲靈魂層面嘅功課。可能你今生遇到一個對你唔好嘅人，係要你學習如何設立邊界。可能你今生遇到一個你想愛但愛唔到嘅人，係要你學習如何接受失去。可能你今生遇到一個你需要用一生去照顧嘅親人，係要你學習何謂無私嘅奉獻。當你喺呢個過程中，由一個痴心嘅人成長為一個有智慧嘅人，由一個被動還債嘅人成長為一個主動去愛嘅人，由一個執着於結果嘅人成長為一個享受過程嘅人，咁呢份債就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到咗嗰個時候，你同嗰個人嘅關係就唔再係債主同欠債人嘅關係，而係同行者嘅關係。你唔再覺得自己虧欠佢，而係感激佢曾經出現喺你嘅生命入面，俾咗你一個學習成長嘅機會。呢種轉化就係由宿命走向自由嘅過程。我哋成日都話要放下，但係放下並唔係要你忘記，亦唔係要你否定曾經嘅心情。放下嘅意思係要你放低嗰種一定要點樣嘅執着，放低嗰種佢一定要點樣對我嘅期望。當你放低咗呢啲，你嘅心就會多咗好多空間去裝載新嘅可能。親愛嘅朋友，今晚我哋一齊走過咗一段好長嘅心靈旅程，由心債嘅源頭講到付出同回報嘅矛盾，再講到宿命論嘅安慰同陷阱，最後講到點樣重建自我，點樣將一份沉重嘅債轉化為一份輕盈嘅緣分。每個人心裏面都可能有一個咁樣嘅人，佢可能係你嘅父母，令你覺得養育之恩難報；佢可能係你嘅仔女，令你覺得一生牽掛；佢可能係你嘅伴侶，令你嘗盡愛嘅甜酸苦辣；佢甚至可能只係一個已經失去聯絡嘅故人，但佢嘅影子仍然留喺你心入面某個角落。容許呢份債存在，因為佢證明你曾經深愛過，證明你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但係，請你亦都要記住，你嘅生命唔應該淨係為咗償還別人而存在。你嘅生命係一份珍貴嘅禮物，你值得擁有快樂，值得擁有自由，值得擁有屬於你自己嘅精彩。當你再覺得自己欠咗人嘅時候，請你輕輕咁同自己講，我會盡力對你好，但係我都會好好對自己。我愛你，但同時我都愛我自己。我哋之間嘅連結唔係建基於虧欠，而係建基於選擇。我選擇愛你，因為愛你令我嘅生命變得更豐富。願今晚呢一席話，能夠好似一縷溫柔嘅清風，輕輕撫過你嘅心靈，令你放低一啲不必要嘅重擔。記住，你唔係一個人喺度掙扎，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同你一樣嘅靈魂，我哋都喺度學習緊同一堂課，就係愛人，同時愛己。多謝你收聽今晚嘅輕撫你的心。
如果你都有啲心底話想同雲兒分享，或者你都有屬於你嘅心債故事，歡迎你喺節目嘅留言區寫低你嘅感受，我哋可能會喺下一晚嘅節目入面一齊去傾，一齊去分擔。我係你嘅老朋友雲兒，祝你今晚有一個安穩甜蜜嘅好夢。我哋聽晚同一時間再見。重重心中痴債，原是欠下你一世，無限無盡愛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絕撫慰，寂寞可補償一切。明明用盡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計，為什麼萬般痴心都等於枉費？原來今生心債，償還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難估計。